加分制度。这个星期的扣分情况就是这样了，老师。安米修同学，老师这几天考虑了一下，除了扣分以外，我校是不是还可以弄一个加分制度？我觉得主任说的不错。卡米尔被雷师那个小王八蛋祸害，着实扣了不少分，正好给他找个机会加回来。有道理，在下觉得这个提议很好。平日里，在下总能看到很多做好人好事的学生，应该借由这个机会，给他们一定的奖励。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办吧。放心吧，老师，在下一定会不负所望，秉持公正的为大家加分的。唉，没想到学校里还有块荒地，在这里种上生菜的话，以后就不担心会突然断货啦。韦德，你对我真好。是我们班的韦德同学啊。平时虽然经常因为逃学被扣分，但没想到他还在炎炎午休，默默地为学校的绿化做贡献，值得加10分。上次不是说过是最后一回吗？老大，今天轮到祖玛去图书馆做扫除了，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了，我只有你了，老大。我赶着做题呢，一边去。老大，我保证是最后一次了。这就轮到高中化学了，这么简单的科目，你背几个公式不就好了？还请老大赐教。书给我拿过来，今天别再来烦我了啊。首先，没想到加德罗斯同学身为1年级，却还热心帮助高年级的学长补习知识，真是值得加分。但是态度有失礼数，加3分吧。瓜仔，你不是已经写完作业了吗？我忘了，还有佩利学长的5分作业要写。这都给你写能成吗？艾米同学居然在帮高年级的学长写作业，这要给他加分吗？不成也得成啊！我可不想再挨拳头了。啊！居然是被胁迫的，佩利同学得扣他10分。艾米同学，这作业你不用写，我会把情况报告给佩利的老师的。以后他再威胁你的话，要第一时间告诉在下啊。莱娜小姐，今天不是你值日，怎么在这儿打扫卫生？昨天刮大风，吹下来很多落叶，我给打扫一下。哦，莱娜小姐真是太热心了，我应该给你加上5分。现在还可以加分？是啊，这是学员最新推广的加分制度。那我可以把我的分都加给鬼狐大人吗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是鬼狐大人的精神一直指引着我的行动，我做的善事就是他做的善事，而我作为跪舔盟的一员，加到的分也理应献给鬼狐大人。这，在下会先给你记录下来的。有了这个加分政策，跪舔盟在校100位成员就可以把分都加给鬼狐大人，让他早日保送，专心推行金鱼大人的唱歌事业。这种转移加分的方式，果然还是不能答应啊！阿米修前辈，不好了！学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天刮大风，刮了个马蜂窝到学校树上了。什么？这也太危险了！走，我们快去报告给老师。喂，卡米尔，马蜂窝能有蜂蜜吗？没有，它和蜜蜂不一样。那老大，咱们要搞它干嘛呀？想办法弄下来，在安米修包里去。老大，这不好处理吧？交给你了，帕洛斯。这袋子挺厚的，应该不会让马蜂咬破。哈哈，好玩！帕洛斯，我去给你拿梯子。厉害啊，帕洛斯！大哥，小心！帕洛斯，把口子扎紧点，带过来。哎，老大，你看这个嗡嗡嗡的，是不是可以当球体啊？
先来找老师是对的。马蜂窝非常的危险，需要勇敢的专业人士才能处理。帕洛斯，你刚刚是不是故意想把他丢到大哥这里了？怎么会呢，卡米尔？你看我都是把他捂得严严实实，再给老大的。帕洛斯这次干得不错，待会儿和我一起去把这东西放到。马蜂窝不见了！不好，被人发现了！难道是他们把马蜂窝处理好了？没想到，雷氏不良团居然……真是太勇敢了！这几位同学，你们挺身而出，解除了危机，为学校全体学生的安全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贡献。不过，这么做还是太危险了。以后碰到这种情况，一定要先及时报告给老师。那个，我们没打算上。没想到你们不良团，不，已经不是不良团了，你们是雷氏英雄团队。我要给你们每人加50分。啊！帕洛斯那小子居然就救了3只回来。后来，雷氏不良团家的分又被扣了回去。哎呀，学校都转来2个新老师了，老夫的宝贝儿子什么时候愿意来上学呢？哎呀。